井號全攻禪體重之困，跳水池畔嘅成長掙扎與雙標困境。最近一檔訪問節目，將中國體壇兩位重量級人物聚埋一齊，乒乓球大滿貫得主鄧亞萍同埋跳水世界冠軍郭晶晶。今次佢哋身份有啲唔同，鄧亞萍做主持，郭晶晶做嘉賓，同網友分享跳水項目嘅冷知識同場外趣事。跳水雖然係中國嘅強項，但平時大眾參與唔多。不過一到大賽，關注度就飆升，仲經常引發爭議，皆因觀眾對比賽規則、決勝因素都唔太清楚。鄧亞萍喺訪問中問咗個大家都好關心嘅問題：點樣先可以做到水花消失術？郭晶晶話主要有兩個關鍵，第一，肌肉要夠結實，所以跳水隊平時好多力量訓練；第二，要控制好體重。只要做好呢兩樣，先可以壓細水花，攞到更高分數。全攻禪就係壓水花嘅頂尖高手之一。郭晶晶之前都話好羨慕佢嘅技術，話自己都做唔到。壓水花絕對係全攻禪嘅殺手鐧，直接影響成敗。但郭晶晶跟住講嘅一番話就值得深思，亦解釋咗點解全攻禪今年連續3站比賽輸俾鎮戶籍，成年之後都未拎過個人項目冠軍。郭晶晶話對跳水運動員嚟講，管住個嘴，控制好體重，難過刻苦訓練。呢個講法好有道理，因為跳水運動員大多數都好年輕，好似全攻禪13歲就攞到奧運冠軍。其實跳水隊好多世界冠軍都係16歲前就成名。對呢啲小妹妹嚟講，要抵擋美食誘惑真係唔容易，全攻禪都唔例外。咁大家就明白點解教練鄭若琳對全攻禪咁嚴格。鄭若琳時刻陪住全攻禪，作為專業人士，佢好清楚體重增加對跳水運動員嘅影響有幾大。全攻禪成日話自己好怕鄭若琳，尤其怕喺佢面前磅重。聽完郭晶晶嘅訪問，就更加明白原因。鄭若琳同全攻禪一樣，13歲就成為世界冠軍，所以全攻禪而家經歷嘅嘢，鄭若琳全部都體會過。呢或者就係當初選佢做教練嘅原因。喺剛剛完結嘅北京跳水世界杯總決賽，全攻禪今年第3次輸俾鎮戶籍，而且每一跳分數都落後，呢種情況以前從未出現過，說明兩人而家嘅差距好明顯。但只要全攻禪可以控制好體重，佢獨特嘅技術感覺係鎮戶籍冇嘅，所以喺競爭中佢其實仲有優勢。只要跟住鄭若琳嘅要求做，重返巔峰唔係冇可能。18歲嘅眼淚，體重之傷與成長代價。18歲嘅全攻禪咬實嘴唇忍淚嘅畫面，比拎住金牌微笑更令人心痛。2025年5月，佢喺北京水立方以21.45分之差，第3次輸俾鎮戶籍，連續3站世界杯都只拎到銀牌。當網友嘲諷天才少女半成球時，中國跳水運動嘅殘酷真相漸漸浮現。跳水係對體重極度敏感嘅項目，國際泳聯研究顯示，運動員每重1公斤，起跳時就要多花12%嘅力氣。喺發育期，每1斤體重都可能成為失去金牌嘅致命因素。由東京奧運時1.43米、38公斤嘅水花消失術大師，到而家1.6米、48公斤嘅身形，令全攻禪標誌性嘅207C 動作得分暴跌30分，鬆滿分神技變成失誤高危動作。面對網友調侃食多咗辣條絆到似球，全攻禪先腼腆咁笑，跟住好老實咁話，其實唔係結實，只係絆咗。更諷刺嘅係，男跳水運動員體重波動10幾斤都無人理會，但女運動員就連少少變化都被放大檢視。雙標鏡頭下嘅道德枷鎖。鎮戶籍接廣告、拍代言，大家覺得好正常，但全攻禪嘅哥哥喺網上賣荔枝，就俾人鬧給妹妹血，靠妹妹揾錢。郭晶晶嫁入豪門，住500平米4合院，被讚豪門清流。但全攻禪屋企按政策申請120平米農村宅基地，就俾人鬧搞特殊。網友一邊話唔好神化運動員，一邊又用完美標準去審判佢哋嘅一舉一動。教練鄭若琳當年靠極端自律度過發育期，體重多0.3公斤就要罰跑1萬米，而家為全攻禪訂製專足訓練計劃。每次全攻禪企上磅重機都會驚，呢種心理壓力唔係單靠訓練就可以解決。有網友話，見到佢喊完繼續練，比金牌更令人感動。但問題嚟啦，體育圈呢種體重焦慮到底合唔合理？
難道一定要逼住啲小姑娘拼命減肥先有好成績？呢件事表面上睇係一個運動員同發育關口嘅搏鬥，但背後反映出競技體育嘅殘酷，輿論對女運動員嘅雙重標準，同埋大眾對天才嘅極端期待。呢啲都係話俾我哋知，我哋嘅體育環境同社會觀念，有時對運動員，特別係年輕女運動員，真係太苛刻。網友聲音：支持與理解嘅力量。網上評論兩極分化，但更多網友選擇支持全攻嬋。邊個拎冠軍唔重要，我就中意嬋寶。第二名都唔係人人拎到，就算第三，我哋一樣撐你。如果冇失誤，冠軍可能就係嬋嬋啦。跳出康康，對體育精神嘅重新思考。全攻嬋需要嘅唔係同情，而係理解。我哋唔應該只係一味心痛佢，或者逼住佢一定要贏。真正要改變嘅係只能贏唔可以輸，一定要瘦唔可以肥呢啲極端思維。希望將來大家可以更理性咁看待運動員嘅成長，少啲嘲諷，多啲支持。其實邊個細個時冇為體重煩惱過？賽場再戰，全攻嬋嘅破局之路。2025跳水世界盃總決賽，全攻嬋雖然同陳芋汐合作拎到女子雙人10米台金牌，但單人項目又一次輸俾對手。決賽5跳入面，陳芋汐有4跳得分高過全攻嬋，唯一1跳兩人同分，最終分差超過20分，陳芋汐可以話係完勝。呢已經係全攻嬋連續第3次輸俾隊友，之前喺墨西哥站同加拿大站都屈居亞軍。18歲嘅全攻嬋正處於發育期，而女子10米台一向係跳水項目入面更新換代最快嘅。歷年奧運女子10米台單人冠軍，從來未有超過20歲嘅運動員，因為身形愈細、體重愈輕，完成動作時消耗嘅力量同體能就愈少。巴黎奧運奪金後，全攻嬋返鄉下休息，又參加唔少活動，身形明顯有變化。央視記者話佢更結實，全攻嬋靦腆咁話，其實係胖咗，唔係結實。喺混合採訪區，面對奧運後狀態下滑嘅質問，全攻嬋話發育係每個人都避唔到嘅階段。各方面都長大咗，動作自然有變化，所以冇咁快恢復到最佳狀態。今日跳到呢個成績，我覺得都算唔錯。佢仲自爆最大困難就係唔夠自律。陳若琳教練之前已經開導我好多次，但總結落嚟都係2個字：自律。呢個係我自己嘅問題，我冇好好控制自己。有報道話，全攻嬋遺傳咗媽媽嘅二胖體質，控制體重對佢嚟講特別困難。佢仲曾因偷食零食而自責。相比之下，大佢1歲嘅陳芋汐更早面對發育挑戰，但靠住極度自律成功控制體重，甚至外出比賽都會帶住電子磅，有時一日磅10次。陳芋汐話：透過長期自律去達成目標奪冠，呢種快樂比隨心所欲食嘢更高級。接落嚟嘅比賽，甚至今年嘅全運會，全攻嬋能否衝破困境，重新登上女子10米台冠軍寶座？我哋拭目以待。